第七屆閃算比賽報告2025以量化智能開啟成長新標杆。2025年12月27號，第七屆閃算比賽圓滿結束。本屆比賽以量化智能為核心，宗旨在於為兒童智能成長提供科學評估工具，幫助家長同孩子可以直觀同見證佢哋嘅進步軌跡。通過創新嘅計分體系與珠心算訓練結合，比賽不僅係一場競技，更成為孩子探索自身潛能、規劃成長路徑嘅重要契機。傳統評分困境，模糊評估，表現難見真章。傳統珠心算訓練中，一刀切嘅計分方式，如統一按題目數量計分，係無法區分題目難度差異，導致能力評估模糊。家長同教師難以判斷孩子喺唔同能力維度，如準確度、速度、比賽策略嘅真實表現，更無法針對性制定訓練方案。閃算比賽嘅誕生，正係為破解呢一痛點，以科學量化推動智能成長。閃算比賽，精準嘅量化方案，睇得見嘅成長之路。閃算比賽嘅獨特點對點計分辦法，係依據題目嘅位數、字數、難度、達標要求同速度快慢而設計嘅計算方案，如同一個智能測量儀，能夠直觀孩子嘅算力水平。其核心技術係珠心算嘅心算訓練，通過珠算寶 APP 實現訓練過程嘅全程記錄與分析，同時突出選手嘅準確度、速度、比賽策略等維度，令數據提升至可量化嘅層面，就如同會講嘢嘅計分板詞。記憶力訓練係核心亮點。記憶強度訓練即縱向深度訓練，從一位數多口嘅連加法訓練，例如從2至10口數入手，要求孩子喺腦海中穩定累積加算嘅算珠影像，提升持久性與準確性，如同挖深井咁鍛造深度記憶能力。記憶寬度訓練即橫向寬度訓練，從2位數逐步增加至5位數以上嘅連加法，訓練一次性處理多元資訊能力，正如拓寬河床咁拓展記憶容量，為解決多元問題變下工作記憶嘅能耐。記憶力嘅強度同埋寬度嘅協同訓練，有望提升選手嘅整體學習能力。定位概念，睇見起步點，規劃成長路。參賽就好似孩子智能成長嘅定位按鈕，以比賽 A 組成績為例，最低分為2478分，我哋假設定義佢為智能100，即起步型就如同破土嘅幼苗，而最高得分為116,347分，約為最低分數嘅47倍。家長可以通過以下假設性嘅5級智能等級，了解孩子嘅進步差距同埋成長軌跡。智能100約等於2500分，即係起步型，表示展現參與勇氣與基礎穩定性。智能200約等於10000分，即成長型，表示理解力同調整能力顯著提升。智能300約等於30000分，即熟練型，表示具備舉一反三能力。智能400約等於70000分，即頂尖型，表示壓力下保持精準決策。智能500大於10萬分，即開拓型，表示展現跨領域整合思維能力。參賽讓孩子睇得見起步點，揾到標杆，規劃路線，重點不在於競爭，而在於持續超越自我，為自己儲備睇得到嘅進步歷史。珠算寶 APP 量化評估嘅得力助手，作為比賽核心工具，珠算寶 APP 不僅精確計分，更能生成包含準確度、速度、比賽策略等維度嘅成績單。教師可以利用成績單嚟發現孩子嘅優勢與及不足之處，為孩子定製學習方案。孩子亦都能直觀個人及對手嘅表現狀況，調整合適嘅定位，發展自信心與達標嘅動力。第7屆閃算比賽已落下帷幕，但量化智能嘅探索永不止步。珠心算訓練與閃算比賽嘅結合，為孩子打開睇得見嘅成長之窗，讓每一分努力都能夠喺每一筆得分中展現出嚟，並且突破所有等級標杆。我哋期待更多家庭加入，讓比賽分數成為見證智能成長嘅最亮麗標誌。